各位機迷同埋區塊鏈玩家，大家好，我係 Ethan，歡迎收睇 Lotus Neo Channel。今日我就帶大家探索遊戲同現實資產交錯嘅新世界，見證遊戲點樣從娛樂消遣變成屬於每個玩家嘅數字疆域。即刻開播！首先講 Eternal Paradox， 呢款遊戲係一款回合制動作角色扮演遊戲，建基於 Gala Games 平台。故事背景係喺一個叫 Etrineum 嘅大陸，呢度有一個強大嘅神器叫 Ring of Ruin， 佢會轉動嚟創造季節同事件，一旦佢停低就會帶嚟毀滅，所以唔同派系會爭奪控制權。玩家一開始要揀派系同領袖，然後發展自己嘅土地，建農場、礦場、兵營同廟宇嚟吸引其他玩家同收集資源。你可以同其他玩家交易，或者突襲佢哋嘅土地，搶奪戰利品。遊戲內有傭兵系統，你可以訓練戰士、法師、弓箭手同治療者，裝備武器、盔甲同技能，參加大型戰鬥，仲可以探索、征服領土同挑戰其他玩家爭奪 Ring of Ruin。遊戲有好多互動元素，例如同角色對話、完成任務，同面對隨機事件如自然災害、入侵或者叛亂。Web3 元素方面，呢款遊戲用區塊鏈技術，讓玩家真正擁有遊戲資產，例如傭兵、土地或者物品，可能係 NFT 形式，可以交易。玩遊戲賺取資源同戰利品都可以轉化成可交易資產，係典型嘅 Play to Earn 模式。遊戲正處於穩定階段，適合新手入門。如果你鍾意策略同角色培養，呢款絕對值得試。跟住介紹 Soplex， 呢款係科幻策略城市建造遊戲，結合 AI 同區塊鏈技術。玩家由一個小型殖民地開始，目標係發展成龐大帝國。遊戲地圖劃分成唔同區塊，你可以喺上邊建立自己嘅殖民地，部分區塊就保留俾 NPC 古代族。遊戲分為外圍同內部兩層發展，外圍主要收集基本資源，起基礎建築；內部就可以起高級建築，進行資源轉化同交易。你可以訓練唔同單位進行戰鬥、偵察或者破壞。資源管理係遊戲核心，你需要平衡生產同消耗，仲可以喺市場同其他玩家交易。遊戲目前處於 Alpha 測試階段，建造係即時進行。預計9月推出嘅 Beta 版就會引入真實時間同建築成本。如果你鍾意慢慢經營、擴張領土嘅策略遊戲 ，Soplex 值得期待。第三款 Dig It Go Game， 呢款係一款基於 Telegram 嘅點擊賺取挖掘遊戲，建於 Ton 區塊鏈，玩家轉動卷軸挖掘礦石，收集 Nux 代幣，目標係金屬支持獎勵。核心玩法係轉動卷軸對齊符號，切穿岩石，挖掘礦石同賺 Nux。維持連擊可以有更好結果，打中 Hot Pocket 加速進度同快速載入獎勵。收集礦石見進度，解鎖倍數，深入洞穴有凍結礦物同閃亮驚喜。每日參與包括完成教程、領取初始礦石同檢查任務欄位做任務、開箱同額外 Nux。最新消息有 Squad 推廣，透過 Telegram 邀請朋友，每確認一個朋友賺300萬局大 Nux， 每5個確認朋友額外2000萬 Nux， 一隊5人總共3500萬大 Nux。打中礦物有金屬衝刺、連擊同地下探索。如果你鍾意簡單點擊遊戲，呢款適合隨時玩。第四款 Matrix Fire， 呢款係一款賽博朋克主題手機第一人稱射擊遊戲，支援 Android 同 iOS 5對5比賽，強調技巧、真實後坐力同武器掌握。模式包括拆彈、團隊死亡賽同控制點，有休閒同排名模式。自定化有142種武器皮膚，組合有達1000萬種，可以邀請朋友組隊。Web3 元素 Fire 代幣喺 Polygon 上總量10億，銷毀機制減至5億，透過事件同擁有化身賺取，用嚟買 NFT 皮膚、開箱、繁殖同其他功能，所有同步銷毀 Fire。武器皮膚係 NFT， 可以點對點交易，手續費3%。最新消息，季節更新如 Thunder's Awakening 加戰鬥通行證同事件。呢款遊戲玩法快節奏，適合移動裝置。區塊鏈整合讓玩家擁有數字資產，透過比賽賺獎勵。如果你鍾意射擊遊戲，呢款結合 Web3 經濟好吸引。最後介紹 Star Atlas， 呢款係一款大型太空策略遊戲，
背景設定喺2620年，玩家可以探索宇宙、征服領土同參與政治鬥爭。遊戲建基於 Solana 區塊鏈，以大型多人線上模式運行。遊戲有3個主要派系，玩家選擇派系後會影響戰鬥能力同資源管理。主要玩法包括用船隻發現天體同資源，維持船隻食物、燃料同彈藥，持續監控同補給。戰鬥用唔同船隻類型如戰鬥機、貨船、大型船、裝武器塔同導彈艙。有第三人稱射擊模式，自訂遠程武器，強調敏捷如滑行、閃避同飛行。遊戲採用雙代幣系統 ，Atlas 係主要遊戲貨幣買船隻、資源同市場交易 ，POS 係治理代幣，決定遊戲發展同政策。玩家可以透過採礦、完成任務、贏得戰鬥等方式賺取代幣。遊戲中嘅太空船同裝備都係 NFT， 可以自由交易。目前遊戲處於早期測試階段，喺 Epic Games Store 可以預先體驗。如果你鍾意深度高嘅太空冒險遊戲 ，Star Atlas 絕對值得關注。好啦，今日我哋穿梭咗5個完全唔同嘅宇宙，但佢哋都係同一個核心，將真正嘅擁有權同經濟自主交返俾玩家。如果你有興趣，歡迎試玩同分享經驗。多謝收睇，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開鐘仔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